自然风光加上历史古迹，让杭州西湖成为中国10大风景名胜之一。跟了上任故宫、黄山后头排名第4。可惜一场文化大革命，让西湖地区的历史底蕴受到之毁灭性的破坏。民族英雄岳飞做梦也幻想着800多年过后，红卫兵三将竟然成为了一个掘墓人。最开心的估计阿达秦桧夫妻被残匪炮毁了一个，但现在还没人晓得个角落头，黄彩是把总归比巨了还嗨。还就是讲，你现在看见个岳王坟，和西湖边浪向绝大多数所谓的名胜古迹一样，侪是改革开放过后的杰作。可惜拨乱反正，并不能让最近对水变成百年神酿，门门香喷喷，看看差不多，充其量就是沉醉的杯子，有点年份保证。那么现在算啥意思啊？你带这帮农民走一家，你这个待遇呢？是运活动呀，以前大队员侪是过夜里里，今朝一到下面就2点半3钟，足足4个钟头。据说前头停止间里比较暖热，要么去避避风头吧。真的不能再对下去，再把吓出来的。哎呀，第4次故地重游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下趟还会得再来，甚至扬出来再说。红灯汽车了2多站，为啥意思只有来增加好？啥人规定红灯还只有一个家？杭州人也三杀特站，搿点天堂里的邻居侪是啥个素质？穿过马路看见一盘店，想起14年做事，中浪肚皮饿，排到里向去一看，翻高菜单30包，青菜200块，吓得弹出来，导致平台3流外公外婆，坐辣胭脂店门口里拍方便面，眼睛一眨，3个为了昨日，几多年代家？那为了你块你的老看毛。啊，没啥大意思，那毛主消费一定会得到的。但是个李元金店上前转去个么子，再种个怪少，吃个多脱，用个美脱，还是追吧。风车里里个西湖出来，对发，杭州美食一定高单子。那个高浪向个么子么，不管吃个还是炸个、热个还是冷个、黑个还是咸个，甚至还以看为主，免费品尝为辅。我能否做人多生意？决定我今朝接班头了，贴得上铜钿。哎哟，杭州商酿豆子。哎呀，铺个梨包，买4个，还有这个咸的来1块，16块洋钿臭脱。杭州酱啊，看上去有点咸，毛个人家蛮懂的，要么先拿一个商酿豆子去尝一尝，嗨吃么，手来穷一只走起。旁边看看它收这个有点咸，里向没加人的。芝麻豆沙一缩蛋，外头个皮子一点点人性也没，打松这个皮特别是10万9千里。阿里里3座分毛，别个实事求是讲，那个地方比苏州管理高还。嗨，得多了，管理高要是为辰光还得搞个商业定位，还得搞它凤凰岗差不多，有点像。凤凰岗不就？管理高对不起吧，现在是弄得像沙门精神，不来的，越来越不行。这次呢，来苏州才晓得个，哎对，没办法讲个。哎，你像现在个黄天牛呢，干么说那个地下一点点个地方。那前头个西湖在糟蹋着，你只管盐菜得紧，走得出走不出黄天牛这块房子，当然已经不得搞了。我觉着蛮可惜个。是可惜个，来北港都个口重，我要养一点人。你前头个地么商厦不还要，哪养得起呢？地上没去。那个叫恶性行为，收税商业我还是要输的。啊是个。哎，管理讲几次改善，错误了老大，又不是我个人的观点，这个当中包括实际证明那是错的，懂吧？懂。你现在呢？那边拿我拿来个么事去吧？